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那个访谈的过程，你觉得有没有趣啊？或是台下反应怎么样？或者你今天听到我的表演2首歌，你觉得怎样？这样子？其实我上次说我听不懂，但是我觉得很屌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管你唱的语言我还是没有那么懂，但是感觉还出来了。因为音乐就是这样，音乐是在自己的语言。所以我觉得你那2首我非常非常棒，而且这个你们是搬这个，我觉得是还蛮特别，因为感觉是你们在想说把那个 community 那个社区就是一直长大。我真的希望你会继续做下去。说真的，对，我其实一直都有在做。所以我觉得今天像这样子的一个讲唱会，台北应该比较少。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没有吧？对。台南这边对于母语，你在你心中，你觉得今天的大家会讲母语的比例相对高，这有达到就是你心中的那个预期吗？对不起，这个后面你觉得台湾人讲台语的比例比较少，就是很少人会说台语。在台北有，比如说我刚刚在高雄，因为我常会，比如说我上计程车说，头家我被 key， 然后他不会被吓到，说被 key 到，拍谁？我没有讲那么流利，但是在台北我讲，他们就被吓到，你不错对，但是在南部他们觉得对应该要讲的对吧？所以我上车，他们都觉得外国人讲台语是一定要讲，他们不会觉得是就是很有 pride， 就会觉得对你一定要讲我的语言好不好？你不讲你干嘛？所以在南部母语的部分，我觉得你们真的很在乎，有把它做得很棒其实这是也是让我想要多学台语，是因为我每次去南部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点，我还没加进去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懂。对啊。要不要顺便推销一下？就是在我们的2月中的那个那个母语饶舌比赛。不好意思，我只睡2个小时就头一点。大 King 他们那边有人有公练，所以我们就开一个比赛叫人有机车，因为台湾。对。然后这个活动。你只要有不是身份证，靠背是学生证就可以参加。8个 bar 是你的母语，可能是台语，可能是客家话，就是至少有8个 bar。然后你 rap 的时候，我们希望你可以多 rap 一些，就是文化的故事，还有你生活的故事。当然会有我熊高，我熊派，对 ，OK。但是多讲你自己的经验。对吧？ Like you need to come correct, bring everything you've got. 2月15日我们就会开始，然后你拍你的影片，拍你的 MV 上传，然后大家都可以去投票，然后之后我们会 po 在那个 MTV 的网站，大家都可以在网络投票，他们喜欢谁。那之后我是会怎么说？我是评审吗？评审，对，我是评审那个。歌曲的氛围，歌曲的感觉，对，歌曲的感觉，还有你的 performance， 就是你怎么 like your swag， 因为我就说 swag，like 你在镜头有没有帅气啊？就是在这边就饶舌而已。对，然后大 K 是关于那个 flow， 还有歌词的部分。所以不管你是刚开始饶舌，还是饶舌很久，不管你要 bring your A game， 要准备好，好不好？耶！感谢唢呐，谢谢。我大家好，我是唢呐，那我们就2个 peace。